好嗱，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 Google Drive 嘅一個應用。嗱，我們之前有用過 Gmail， 然後有用過 OneCampus。嗱，其中還有一項在存取檔案非常方便的，叫做 Google Drive。嗱，同學以前都會比較習慣使用的就是譬如說光碟片。嗱，現在已經沒有了，很少了。嗱，另外的話，大家最常使用的就是 USB 隨身碟或是外接式硬碟。嗱 ，USB 隨身碟和外接式硬碟的話，就是有一個壞處，就是說要攜帶來攜帶去，就怕弄丟。然後最恐怖的是，它容易傳播病毒。嗱，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一個，就是雲端 Google 的一個雲端的一個檔案分享的一個服務，儲存和分享的服務。好，嗱，同樣的，我們也是先登錄新竹市的教育 Google， 新竹市教育 Google， 這大家都很熟嘛，對不對？嗱，登錄之後呢，然後我們就會讀9宮格，在你的 Gmail 的右邊有可以看到雲端硬碟。雲端硬碟你點進去？好，點進去之後呢，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界面。這樣的界面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一點。好，嗱，我們這邊就左上角跟寫信一樣，它有一個新增。嗱，我們就新增一個資料夾。嗱，這個資料夾其實就像你在存在電腦第一槽的資料夾，你自己的資料夾，然後也像你隨身攜帶的資料夾，你就把它命名。譬如說，我的是602資訊課，當然你可以命名很多名稱啊，資訊課、檔案、檔案區，然後建立，它就會建立一個資料夾。嗱，你等一下找一下602，因為我檔案非常多，在這邊，然後這就是，然後可以把它稍為把它變更一下，顏色會比較醒目，注意一下。好，那就點進去。點進去之後呢，這就是一個類似像隨身碟的空間。不過它厲害的地方是，它是位於網路上，網路的雲端世界，而不是實體的。哦，不是實體的。只要你們記得你們自己的登錄的帳號密碼，或是在你的手機、平板下載 APP，你隨時都可以存取存在上面的檔案。不像以前隨身碟，你就只能限一台裝置存取，然後你要用到另外一台裝置的時候，你可能要把它拔下來，要插另外一台裝置。甚至現在的平板啊、手機啊，你沒有辦法是使用隨身碟，你要用很多外接的裝置，很麻煩。但是我們雲端硬碟呢，你只要有帳號密碼，或者是在你手機、平板下載 APP，都可以隨時隨地的快速存取。快速存取，嗱，當然你的帳號和密碼一定要記得。然後我們把這個頁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叉叉，然後中間這個正方形，然後一條線的這個，我們選這個是讓你視窗剛好變成中間大小，好，它變中間大小。為什麼要變中間大小呢？因為我們要把你的檔案上傳上去，這樣比較好傳，這樣可以移動，然後這樣也可以變大，也可以拉長。嗱，只要有這個限到這個空間就夠了。譬如說我今天我要傳一個我的照片，我在網路上下載的照片，我就傳上去，它就馬上，你看它就正在上傳一個項目，它馬上就傳上去了。好，傳遞成功。嗱，傳遞成功之後呢，它其實在雲端上面就可以打開來看，這可以打開來看，很簡單，對不對？好，嗱，我就回去，嗱，我可以再傳一個資料夾，可以傳好多檔案，而且你們的雲端硬碟的容量，大家知道有多大嗎？15GB 以上，對，超過15GB 以上，因為是教育版的，可能要8GB 可以傳很大的檔案。比如說一個星期3周5，對，沒錯。有同學觀察到，我再傳文件檔，比如傳個北門國小生活公約，好，傳上去，這檔案稍微大一點，也是很快喎。然後也可以線上限，馬上可以限到生活公約。哦，嗱，這就是簡單的傳檔案功能。嗱，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分享嘅功能，這是最基本嘅功能。所以現在先請同學上網找一個檔案，可以是照片，可以是一個文件檔。譬如說你喜歡的照片、明星的照片、卡通人物的照片，然後把它上傳到你的雲端硬碟上面。影片要傳很久，那不要，容量太大了，我們傳照片就好了。OK 嗎？好，還給大家。好，剛才同學碰到一個問題，不會下載，那我就打我喜歡的哆啦 A 夢圖片。我們只用圖片，暫時啦，隨便用這個好。
來點進，點放大，然後按右鍵，然後有一個什麼右鍵，滑鼠右鍵，另傳圖片，不是複製圖片喎，是另傳圖片，要傳起啊！嗱，你傳到桌面就可以了，選桌面，那就大概就 A 夢，我打 A 夢，好存檔，因為我檔案很多就下載下來啦。嗱，下載下來之後呢，我們就把它弄起來，然後呢，視窗縮小一點，然後呢，我要找到我剛剛那張圖片，放在哪裏去了？我幫你看一下，那張圖片放在哪 ？A 夢在上面，那邊上面，這邊沒看到，左邊好，這邊看到了，所以桌面太多東西，那就把它拉進來就上傳啦。它拉進來就上傳啦，你看它就再跑了，有沒有？上傳成功就可以點開來看。好，那重點在於不是檔案上傳上去就這麼簡單而已。那你用隨身碟也可以啊，對不對？這裏它在於有一些功能，譬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張 M 夢按右鍵，你看到很多功能，你回家就可以把它再下載下來，就可以按下載。就是說你今天在電腦課上傳的，那你回家用自己的電腦，用自己的手機，用自己的平板，用自己家裏的筆電，就按一個下載，就下載下來了，它會幫你掃讀。但是我現在是用無痕視窗，沒辦法下載。你在家裏的話就可以正常下載，大家不要用無痕視窗就可以下載，所以就是這樣，在家裏的話要下載下來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說更強的功能，在於分享。什麼叫分享呢？譬如說我今天要和別人共用，你看到這個人頭共用，看到一個人頭加共用，我今天我要把這個我找的圖片、影片、檔案、遊戲檔案或者是作業的作業，就是說分組報告作業，要分享給你的同組的同學或你的好朋友，你的 partner， 那我就找誰的賬號，有誰的門班有誰的賬號給我一下，來，你賬號是多少 ？Tracy， 對不對？然後呢，0904，對不對？好，Gmail 打 hc.cdut.t 這樣對嗎？找到它自動有搜尋到，這是同同學的搜尋起來。好，嗱，我就是說你好，這是我的報告，你看這是我的可愛照片。哦，好，嗱，我就把它傳送給他，對不對？傳送喎，嗱，你看我傳送給他，他就會收到這張照片。他會在哪裏收到這張照片？他會在與我共用這邊。看我收到好多人的照片，我會收到好多人的檔案。你有好多人的檔案都這樣和我共用出來的。和我共用出來了很多。你看大家分享檔案給我，有簡報啊，有 Excel 檔啊，有各種各樣的檔案。好，所以就是這樣把檔案分享出去。那再來呢，再找一下我們的601在哪裏？601，好，602，我們剛才檔案太多了，我們就分享出去了。那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喎，來，我們再把這張檔案可以一次分享給很多人。它有一個叫做取得連結的功能。今天呢，你可以取得這個連結，你可以去控制它的權限。譬如說，我要限制只有基情觸試教育 Google 的人才看得到這張照片，然後他可以看。還是說它可以怎麼樣？可以編輯，可以把它在上面做一些編修，還是它只能看而已，還是它只能加注解？通常會用到這個或編輯加注解，就是加一些文字框說明啦。嗱，檢視就是它只能看而已，然後呢，我還複製這個連結，完成。嗱，之前我跟大家講過我們的 Gmail， 對不對？ Gmail 有一個簡單的通訊功能，有沒有看到即時通訊的功能？譬如說我今天和這個紅幫別的班，對不對？好，我把我的照片剛也不是貼了一個連結貼上去，好，傳給他就可以看得到這張照片。這個連結你可以貼到 Line， 而且到 Facebook 貼到 YouTube 嘅留言板，還有什麼 Instagram 一個信息都可以貼，別人一點就看得到，所以這個功能非常的方便。嗱，同學們可以試看看這兩個功能，共用跟取得連結。嗱，另外的話還要補充一下，因為我們昨天有用 Gmail 嘛，對不對？用 Gmail，它其實我們寫一封信，把這關掉，簡單來看一下哦。
我們之前有教大家用個附加檔案，對不對？其實如果你的檔案今天放到雲端硬碟，你可以放很大很大的檔案，然後呢，你看有一個雲端硬碟插入檔案的功能，它就會幫你找進來。你看我們剛才的檔案，它的檔案就直接插進來，再寄給別人。所以 email 也整合了我們今天雲端硬碟的功能，大家是可以靈活互相通用的。嗱，現在就請同學試看看這幾個功能。好嗱，同學，最後幾個功能很簡單，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些選項，重要檔案存放區。當然，這個檔案你常常去取用的時候，它可能就會把你歸納為重要檔案存放區。發現你的資料夾裏面的東西很多，你常常去取用，它會自動的。然後我的雲端硬碟就是你剛才放的這個區域，你自己想，因為你現在資料夾很少。然後再來的話，你看和同學分享的東西，同學和你分享的東西都會在與我共用這邊。另外的話，這邊還有一個很好用的，就是近期存取。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樣，檔案很多，有時候你會找不到，但是你要找可能是最近要用的檔案，它就會按照時間最常用的時間，像今天上午，它就會把它放在最上面這邊，按照時間做個排序。因為它有一個已加星號。如果你今天這個檔案很多，檔案裏面有很多資料夾，它有些比較重要的，譬如說像你的班，如果覺得比較重要的，能搬如果比較重要的話，或是說我這個畢業典禮檔案比較重要，就按右鍵，然後把它加個星星，它就會到已經加星號，代表檔案很重要。這邊星星就會到，這邊檔案很重要，它會有星星，這就是比較重要的檔案。然後你檔案不要的話，可以怎麼做？可不可以把它刪掉？好，可以把它刪掉。如果你今天只是練習而已，你可以多檔案，真的是不要的話，你就按右鍵把它移除。移除之後也沒有夠，還有在這邊，還可以按復原，趕快按復原就來得及。話是到我們的垃圾桶，它這邊有寫說30天會刪除，所以在30天內你都可以按右鍵還原。可是不過你如果按下了永久刪除，就永遠沒有了。你不去刪除它，30天後自動就會刪除，它30天後就會永久刪除，大概就是這樣簡單的功能。這邊可以切換一些檢視的畫面，然後一些簡單的資訊，就看同學怎麼去運用這雲端硬碟，Google Drive 很好用。我們今天的介紹大概就在這邊啦。同學再玩玩看，謝謝。